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根据统计，台南市188万人口当中，为去年1月开始，女性已经比男性加了3000多人，而且持续成长，所以女性的福利服务更加受到重视。市府社会局选伫3月8号国际妇女节这天，将开了1000多万整修的妇女中心重新开幕，提供女性朋友更加多元又更完善的交流环境。妇女中心对民国87年设立到今，一直都毋捌整修过，所以社局把中央前瞻的经费争取1000多万，为了进行内进补强，嘛将原本单纯的会议室改造成会当轻松看影片、联谊讲座空间，以及动态韵律教室。希望透过多元的课程，吸妇女朋友迈个豁得出来，会当行出户外，增加潜能。确实嘛，好这参与过妇女朋友拢收获满满。觉得来到这个环境，我非常的喜欢，它让我觉得很温馨，好像有一个回到家的感觉。而且我们的老师课程都安排得非常的精致。我本来是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里只是像井底之蛙一样，可是来这里之后，我发现我学了好多东西，包括医疗的知识，还有包括对人群之间的相对应对进退的方法，我都学了很多，还有亲子关系也改善很多，非常感恩台南市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为提供女性朋友更加多元的福利服务，市府社局伫3月8号国际妇女节当天，透过盛大的开幕仪式来向市民宣传，营造台南成为妇女服务发展的指标城市。一起揭晓。那希望是说用一个全新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比较多功能的设计，好有一个小小的舞台，跟大家可以去互动的场合里面，让我们妇女在这里有一个自在，然后可进性，然后轻散的一个这样环境，那我想是提供给我们台南市妇女一个友善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无论是学习、成长、教育的一个好的一个环境。社局强调，所有教室拢是登记得当免费使用，嘛提供公益团体来申请。有兴趣的民众会当上网到台南市妇女中心了解，或者是直接电话查询。台新闻军及何小芳采访报道。庆祝国际妇女节，社会局特别透过趣味的比赛来宣导性别平权，同时佮提出新的动画故事影片，要来打破一般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迎接国际妇女节，市府社局除了将改造以后妇女中心重新开幕，而且嘛邀请妇女团体透过歌唱、戏剧等趣味的比赛，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展现自信甲活力。较特别的是，今年为了提倡性别平等，希望打破一般对女性一定爱煮食、整理家事，或是接送囡仔等等的刻板印象。社局嘛推出动画版本的新动画故事，提倡家事分工，无分查甫查某，来凸显性别平权的观念。我们现在是强调，就是说性别要家庭要家事要分工，然后要打破以往的刻板印象，所以我们以童话故事的部分来带领今年的妇女节的起源跟那个开始这样子，然后希望做性别的部分不再局限于说，什么事情都是应该女性来做，其实所有的男性也都一起来。我觉得现在有很大的改变，就是说，现在我们以往都送孩子去保姆家、去托婴中心，应该都是女性在做。可是我们现在慢慢有看到送孩子去上学的是爸爸，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希望是慢慢让妇女跟性别平权的部分慢慢去走向一致性，这样。每一档的国际妇女节，社局拢安排一连串的活动，或是专题讲座，成为一年一度的妇女嘉年华同款。重要是希望甲市民共同努力，促成一个性别友善的城市。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
政府为了推展绿能，目前正试办渔电共生。不过，为伫个7股沿海的养殖居民自救会，上午由议长郭信良甲当地多位议员陪同，做伙召开记者会。当地居民大多数拢反对渔温种电，一方面是烦恼太阳能板回收甲清洗会污染水质，另外一方面是种电的租金将会大大影响养殖业的生活。以当地议员陈坤和、彭一峰加蔡苏秋金的陪同，大约900位7股沿海的养殖居民自救会，加三小班的成员李长等，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因为近年来政府为了发展绿能，未少沿海地区将发展太阳能，造成多数的地主将渔温转租予太阳能的业者，严重影响渔温人民的生活。甲咱租30万，暗时要互这绿色。大家拢无分人去食吗？这就已经伤害到啊！伤害到咱的渔民啊！污染的慢才讲咧，已经一家3万，做30万，咱在渔民都要收起来。除了转租的租金较悬，严重影响生计以外，另外议员关心的，还佫有太阳能板的回收加清洗问题，认为将严重影响当地环境。伊是中间转借会当转租。所以呢，一旦呢，那种电失败的时阵吼，那会第2次的环境大污染，然后呢，地主呢苦诉无门，但是呢，养殖业者已经早就被放弃，而且已经被杀害除籍。这个作者是因为大财团会租的土地，这个土地内底因为财团。做你有哪才会做渔民的，一当收无几箍，我种田了后，这渔民的生计，因的生活要移倒去，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非常。第三来讲好，我的太阳能用起来示范区，那未来这些太阳能板何去何从？10当是10当后无用了，我们的政府有那个的方法和政策，可以让这些回收恢复，让我们下一代。共同还在这边经营下去吗？对此，市府农业甲经发局主任秘书嘛回应，到目前为止，市府拢还未核准任何一间的业者来种电。至于清洗甲回收的问题，经发局嘛表示有一套的标准。到目前为止啦，伊的迄个专案计划设置绿能设施案件，我拢还未核准啦，不过农委会已经有定一个审查规范这个太阳能板也。清洗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农委会它有订定一个陆上渔温设置绿能设施的注意事项，伊内底明确规定就是讲，你要清洗太阳能板，该采用清水清洗，你袂使用任何清洁剂啦所以表示讲这是不至于会造成那个污染啦另外就是讲，太阳能板回收问题嘛是迄个议做恁最关心的其实这部分现在那个经济部它是目前已经有在研拟在推动，就是讲。以后如果你要设置太阳能的话，或者在台湾太阳能板的时候，你每1 kW 就要缴1000元的这类回收基金，作为你日后要处理这个太阳能板的一个基金就对了虽然会议中所有居民拢反对，不过因为蔡苏秋金议员的一句反对台61线以西、等台61线以东试办的结果再做考量，却意外引发7股里长的不满。双方一句来一句去，现场火药味十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议会国民党团为了抗议市长黄伟哲讲话无算话，伫选举前讲要动起办恶税，不过当选以后却讲无法度动起，所以伫上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伫3月12号发动民众到市府抗议。议会国民党团伫书记长蔡耀辉的带领，每一位议员头壳绑着抗议的布条，身穿黄衫军的服装，共同召开记者会。国民党团的立场就是要求市府要冻涨房屋税，而且袂用的回溯15年。如果市府坚持无伫今年冻涨，将发动3月12号全面到市府来抗议。今仔抗议是抗议黄伟哲主在清德的手。3年54、65、81，到黄伟哲的谎言、选举的骗票，到今嘛是无改变。
所以，阮的董事处记长就是一起，我们就是要为咱的人民来发声。也呼吁黄伟哲市长，不管这个动涨合不合法，我想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听到民意的声音。所以，我也呼吁我们黄伟哲市长在当天能够展现你最大的诚意，能够亲自来接受我们所有市民递上的抗议陈情书。让市民把他们的心声很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黄伟哲市长。3月12，阮是要去咱市政府，国民党团做主体要到市政府来抗议这个房屋税，照到区处啦就是90年7月7日到105年6月30，咱这区处啦调整81%，那黄伟哲市长讲要动涨了那新的厝到105年7月7日以后，有会调几百%，咱民间的贩出讲去96%，所以咱认为讲，但是政府调涨这房屋税，伤过济不合民意啦议会国民党团表示，一切抗议依照集会游行法来申请。而台南市警察局第4分局的分局长蔡进月上午嘛将合法的申请书送交国民党团。国民党团表示，欢迎市民踊跃前往，表达人民对政府的抗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打造台南优质安全的采购环境，确保公共工程的品质，市府政风处邀请台南地检署进行专题讲座，并且甲厂商交流，而且市府以及主管全部拢交稿，共同宣誓打造清廉效率、公开透明的决心。清廉效率、公开透明，这8字是市长黄伟哲选举期间重要政见。下晡市府团队为了展现落实的行动力，所有以及主管拢亲自到场共同宣誓，并且一一签名。主要就是要互申报市府采购案件应责等厂商会当免受到干扰，展现工程的高效率加高品质。会中台南地检署检察长嘛专程到场见证，并且要以诚信加法治观念进行专题讲座，提供预防解决办法。第一个就是要提升整个政府的清廉度，那第二个是能够提升行政效率，那第三个是能够保障公共的品质的确保。那为了达到这3个目的，所以难免公部门跟私部门在一些的问题或看法会难免会有不同。不过透过这个座谈会，能够将业界在履约上面碰到一些问题，能够透过这个座谈会交换彼此的经验，也确保厂商能够履约很顺利。那我想这个部分就能够达到今天座谈会的目的。市府由政风处主导，一档至少2摆专题讲座。第一场就先针对市长的政见，邀请检方来座谈。虽然市长本人突然因为公事无法度出席，不过王副秘书长则代替转达，强调台南建立安全采购的环境，加清廉高效率的决心。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
农业局伫4当前，为了协助新农人行销产品，特别推动社区菜市场生销平台，同时开放线顶落订单。不过实施落来，使用上无啥方便，所以农业局特别甲南台科技应用大学的资讯系合作，开发全新的版本，要互消费者买物件更加便利。 农业局为台南新农林所提供的产销平台合作社区菜市场，对104年5月成立以来，除了提菜点增加到8个，透过网络顶面的订单，已经持续服务超过数千名的消费者。不过，为了让消费者伫上网落订单的使用上更加方便，嘛让小农上架时分类更加清楚。 农业局甲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合作，推出新的版本，也将社区菜市场改做台南菜市场来扩大推广。我们这次最大的改版、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会员的建立，我们有连接到我们 FB 跟我们的 LINE 的账号那如果你是 FB LINE 的，我想大家都有那只要就可以连接到你的账号，那这样子在登录你的会员的时候就会很方便摒弃了早期每次都要账密都要输入账密账密它不写的袂记，这麻烦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重要那个，我们品项越来越多，那品项越来越多，在找菜非常不方便。那我们这次改版最大的就是把所有的菜分类，所有的品项分类让各位消费者在上线在找的时候非常好找另外，为了提升产销的服务品质，农业局针对小农送货状况嘛推出评分的制度，让消费者伫购物顶面更高保障。台南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日本熊本大学为2004年以来，就甲南台科技大学有密切的交流。到今年，南台科大进入熊本大学进行第2研习的学生已经有300多人，所以熊本大学也决定伫南台科技大学设立台湾唯一的一间海外事务所。伫南台科技大学校长卢登茂甲熊本大学校长原田信治共同甲摆之下，向征到日本熊本大学伫台湾第1间，嘛是唯一一间的事务所正式成立。这间事务所的建立是两校经过15档深交友谊之下，才来创立完成的。也希望未来会当为两校创造出更多交流的机会。熊本大学也因为要推动国际化，那认为南台科大的地理位置跟过去2校所交流的实体的绩效，他们认为在南台来设这样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办公室，来推动熊本大学跟台湾各大学学生之间的交流，一种资讯的推动跟这个留学招生等等相关的讯息可以以南台这边的办公室当做一个根据地来推广。那对南台跟熊本以及全台湾各大学到熊本大学去留学的讯息提供一个非常迅速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推动的场地。日本熊本大学校长原田信治嘛，伫咧南台科技大学校长卢登茂带领之下，实地看了熊本大学台湾南台事务所。内底不只有侪有关熊本大学文件资料，也阁有相当古锥的吉祥物熊本熊。校方嘛表示，未来持续增加更侪资料，帮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日本熊本大学。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台南市建筑工会甲台南市政府合办的2019台南建筑3年展，现主市正伫文化中心盛大展出，包括31组国内外建筑师团队设计作品，要互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台南市目前甲未来建筑蓝图。2019台南建筑3年展，今年的主题定为新摩登的公共建筑。此次总共有31组建筑师团队参展。分别展出因家己对着台南这个城市的建筑设计。伫展中内底，不只有静态模型，还有动态影片通好看，吸引真侪爱好建筑设计的朋友到场看展。
策展主题是以新摩登为题，那么是想要为台南的未来来做一个把脉以及这个探索的一个动作。那么这次参展建筑师总共有31组，那么其中包含台南市非常重要的五个正在进行中的重要公共建筑，包含刚开幕的台南市美术馆，还有司法博物馆，以及今后即将要出现的国家图书馆南馆，还有这个亚太棒球中心，以及台南市非常重要的一个都心跟这个运河蓝带接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由荷兰 MVRDV 建筑团队他们所要做的这个中国城广场，它某种程度上都标志了这个城市的未来的可能性所以这场建筑展，我们其实相对于过去把焦点放在建筑师身上，但是我们建筑师其实都非常的努力，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这座城市提供了我们付出热情跟生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尊荣的对象变成是这个城市跟建筑。2019台南建筑3年展，目前一直伫咧台南文化中心登场，展期为即马开始，一直展到月底。欢迎想要了解城市发展的朋友，踊跃前往看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艺术创作者总权从事艺术创作以外，就是做公益，而且伊阁将家己到全台湾各地发送爱心物资的时阵，所看到各种的景象，用图画来记录成伊的生命故事甲生活。用简单的线条甲直接的色彩记录下家己眼前所看到的景色。艺术创作者总权利用家己到全台湾各地发送爱心物资的机会，深度来观察到台湾各地人事物，也传达出伊对人生以及生命的理解。全省都有在布施去布施的时候就顺道在风景区的哪个地方看到很好的那个画作，然后我们就去风景就对了，就去帮他拍照拍照回来我们在家里就是说，我再慢慢的画到大概有在10年前就开始在创作这个画了前到后大概也要大概10年时间。那因为我是从小时候，我爸在画招牌广告那我是跟在旁边是在洗笔那我们这样看久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那就等到我10几年前想到说，我可能可以画那开始慢慢就一直画，那就画到很有兴趣。除了画作，艺术创作者总权也非常虔诚、信仰佛教，并时常进行各项有关般若蜜心经的创作，伴随着镂空的字进行排列，再加上观音的形象，也予伊这一系列的创作会当让人感受到心中的平静。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台南市一位76岁阿嬷，因为楼梯跌落来，造成阿嬷棍骨折。经过3-4个月传统的治疗，一直无法度复原。结果安南病院利用3D 列印导引模型技术，为阿嬷来做手术，不但提升安全性，而且也会当降低出血量。安南病院骨科医师许俊成表示，颈椎齿状突骨折主要分做3型，其中第1型甲第3型是属于较稳定的骨折，若无出现神经学的症状，会用采取保守的治疗。不过，亲像阿嬷这种第2型，一寡患者有可能会出现四肢瘫痪，严重时有生命的危险。不过，要伫个颈椎内来做固定，因为危险性较悬。现在用利用3D 列印的技术，建立拍更钉的导引模型。颈椎第1节的位置，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颈椎第2节。那我们说阿嬷其实是在中间这个地方断掉，这个角度有点难看，中间这个地方断掉。那断掉之后呢，它就会造成前后不稳定，所以它会前后这样一直移动。好，那会造成这样前后移动的时候，所以我们后续呢才帮它，因为你从前面开也算比较危险，因为前面要经过比较多神经血管在前面。所以我们就从后面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戳的这个位置，我们就算好大概我们要入洞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从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就会做好那个就是导引的模型，然后就直接卡在这些骨头上面，卡住的时候，那它就可以就有提供我们一个打钉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就从这个打钉的方向直接打进去，那这样就不会伤到外面这边的血管，因为血管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外侧这个地方。
76岁蔡阿嬷伫咧手术后4天就出院，现在除了额头较困难，已经袂阁痛。安南病院院长林瑞模嘛表示，因为颈椎第一甲第二节是控制额头的所在，未来只有靠慢慢恢复，才会渐渐扩大额头的角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云有时在云底渐转好的天气，温度22度到26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3月8号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